罗维尼亚是一个位于欧洲中部最南端的小国家，毗邻意大利、奥地利、匈牙利和克罗地亚。它在1991年宣布独立，现在拥有大约200万人口。该国大约有14万2000人住在沿海喀斯特地区，科佩尔是这一地区的首府。2003年，随着普里莫斯克大学的建立，科佩尔也成为一个拥有大学的城市。因此，科佩尔在教育、研究和社交等方面得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空间。普里莫斯克大学是一所位于科佩尔、伊佐拉和波尔托罗的公立大学。现时有几个学院和2个研究所，涵盖了广泛的学科：人文、社会与新闻科学、艺术、生命科学、数学和统计学、计算工程、农业、环境保护、个人服务、教师培训和教育科学以及健康科学。大学的所有学习课程都是根据欧洲学分互认体系制定的，学习采用的是现代主动的学习方法。教育过程以不同的形式进行，如讲座、研讨会、野外工作等等。由于设立了奖学金基金，普里莫斯克大学召集了一大批提供奖学金的投资者，以确保最优秀的学生和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以得到他们的聘用。大学积极参与国际网络和学会承担国际研究项目，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大学合作。普里莫斯克大学是一所现代和开放的大学，我们充满活力和自信，我们愿意学习和尝试。快来加入我们吧！